作家家属被逮捕，东突厥斯坦各界著名的维吾尔人士和商人的家属继续遭到任意逮捕。据最新消息，深受人民爱戴的作家佐尔敦·沙比尔的2个儿子和住在伊宁的亲戚被中国当局带走。据说他44岁的大儿子经商，另一个儿子44岁的雪克莱提遭受出国罪的指控。集中营被释放后死亡，澳大利亚东突厥斯坦协会总秘书长穆斯塔法突然的70岁的父亲住在东突厥斯坦。去年他被中国当局带走，关进所谓教育转化营。据悉，他父亲最近由于健康不佳而被释放，但是释放后不久突然死亡。蓬佩奥和王毅互相指责。10月8日，一场中国和美国高级官员之间的会议在紧张气氛中展开，两国关系恶化。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互相指责对方。王毅同蓬佩奥会面时称，最近一段时间，美方在不断升级对华贸易摩擦的同时，又在台湾等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损害中方权益的行为，并且无端指责中国的内外政策。蓬佩奥称，我们对你描述的问题有根本的分歧，我们对中国采取的行动表示严重关切。哈萨克斯坦拒绝东突厥斯坦哈萨克女子庇护申请。东突厥斯坦一名哈萨克女子逃到哈萨克斯坦寻求庇护，她的律师周五说，哈萨克斯坦拒绝了庇护申请。萨伊拉布里萨乌提拜在月经进入好国前，在东突厥斯坦被强征为举央穆斯林的在教育营的管教员，传授中国的历史。今年5月22日，基于良知，他设法逃离中国，进入海国后被警方逮捕。萨乌提拜在哈萨克斯坦公开谈论他在教育营的工作。哈萨克斯坦学校试点新拉丁字母教学方案。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有5所学校和3所大专被选为哈萨克文拉丁字母教学试点。据当局透露，新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分阶段扩大国语班级的数量。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表示，哈萨克文字母表由西里尔字母转换为拉丁字母的目的是使国家现代化，促进外语学习和使用互联网。